來看這個台南市議員郭信良，伊是牽涉非法利用上千萬的政治現金，也有文教協會專戶的錢。今仔日這檢方是以公益侵佔等罪嫌，甲這郭信良加助理聲稱羈押禁見。嘛，因為這年底大選就要到啊，所以檢方安尼大動作來搜查，也引起在地討論。台南地檢署偵辦現任議員郭信良涉嫌公益侵佔案，檢察官指揮調查局南基站等單位查到郭信良和姓黃查某助理，在民國107年至111年涉嫌耍用政治現金和文教協會專款非法侵佔超過1000萬，檢調甲2個被告和18個證人，帶登的精神，認定因2個涉嫌同罪。在7月7日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，依法因專款專用於法定支出項目及公益項目等款項，金額達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，涉犯刑法第336條第1項。公益侵佔罪嫌重大。其實郭信良食官司不是頭一擺，正前伊捌加入去安南區土地中劃備案，一審予人重判13擔，去年2審並盤判無罪，目前專案閣咧上訴最高法院。去年底檢方追查光電備案，意外查到伊涉嫌違反回填營建廢土，予人追加起訴。因為伊總是強調家己總情清清白白，到單廢土案也未結束，閣來一件侵佔案。郭信良有可能因為曾經會當選。伊個燃起一些外口傳聞說伊想要選議長，是不是安尼關係？無一大堆人政治獻金收咧，開黑白開作弊啦，用這個原因來聲押，我感覺無破。可以查明真相。如果無罪的話，原清白；如果證據足夠充分，也應該秉公辦理，避免往政治問題的方向做延伸。郭信良親近台南基站前幾冬，嘛捌靠拿亞和不動的機關小艇順利當選議長，年底大選連立到檢調這陣大規模搜查，引起地方正大討論。外界攏真關心這波千萬不法的金流，敢會繼續攤銷？檢調目前正咧專門查被告的手機和電腦，要進一步找資金流向到底去叨位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